大家好，馬飛又飛了。上集泰國買波衫攻略介紹咗兩間位於曼谷旅遊熱點，我最推薦嘅波衫鋪，分別係畫面 show 緊嘅 Ari Football Siam Square 同埋 One Bangkok 分店。第一集反應出乎意料地熱烈，多謝大家支持先。馬飛都不敢怠慢，即刻準備第二集啊！今集繼續介紹喺曼谷旅遊旺區同商場入邊嘅波衫鋪同體育用品鋪，同上集一樣，鋪頭嘅出場次序就係按我推薦嘅程度出場嘅。承接上集排名，今集即係會介紹季軍第4同第5位。睇到呢個背景都知道係咩商場啦，冇錯就係 Central World。事不宜遲，即刻去片。第3位就係位於遊客熱點 Central World 商場嘅 Super Sports 分店。呢間鋪頭一入去嘅時候咧，就已經係呢個足球部啦。前面就擺啲波砵啦，同埋一啲外國球會嘅波衫啊。同上集一樣啦，大部分拍攝店入邊情況嘅影片咧，都係25年12月嘅時候所拍攝嘅。所以你哋而家去到鋪頭入邊見到嘅產品咧，可能同我呢條片入邊見到嘅產品咧係有啲唔同嘅。特別係9月啦，新球季即將開始有新波衫，希望大家見諒。至於門口嘅呢一堆外國波衫，相信香港都買到啦，我就唔作詳細嘅分享。繼續揾泰波衫，呢間鋪頭仲有印字嘅服務，不過我就冇問到究竟有冇泰國波衫嘅印字服務啦。提提大家，如果去 Central World， 記住去埋客戶服務中心搞張遊客嘅 discount card 啊，因為喺 Super Sports 分店入邊買部分嘅產品係會有折扣噶。絕對唔係廣告，純粹想幫大家慳錢啊！如果啲產品周圍都係賣正價嘅話，喺呢度有折咧就抵啲啦。終於揾到啲泰國嘅波衫啊，最普遍嘅泰國國家隊波衫啦 Warwick 同埋其他呢個 Warwick 牌子嘅一啲其他球隊嘅波衫啦。泰國隊除咗有主場作客練習波衫呢啲之外咧，仲有一啲比較 fashion 啲啊，例如呢啲復古版啊籃球衫咁樣嘅。另外仲有泰國唔同本地球會嘅波衫啊，種類都係 Ari 之外咧，算係多噶啦。例如呢個武利男聯啦，聯賽版，仲有其他泰超嘅波衫，唔係好識啲球隊啊。呢件係色係白色嘅，應該係夢通聯。仲有上季有踢亞冠2嘅巴吞聯。嚟個小總結啦，呢間 Super Sports 嘅位置非常之好啦 ，Central 係好多香港朋友安排行程都會去嘅 shopping 熱點啊。所以啱晒嗰啲一家大細咧，或者要陪另一半行商場嘅 football fans 啊，有埋商場嗰張折扣卡嘅話，慳得就慳，夠食一碗船麵噶啦。但係波衫選擇咧就會比 Ari Football 少啲啲，但係整體嚟講咧，我都係推介到此一遊，睇下咩好嘢啊嘛。所以呢間波衫鋪我係會俾4分啊。第4位就係泰國品牌 Warwick 喺 Siam Square 嘅分店啦。以往呢一個牌子咧，即係喺波衫街嗰度有鋪頭嘅啫。依家連市中心最旺嘅中心區啊，都有呢一個幾層樓高嘅分店啊。拍片嗰日咧，地下嗰層已經有一堆特價貨啊。作為呢個泰國國家隊嘅贊助商啊，特價貨大部分都可以話係泰國隊嘅產品嚟噶。就好似呢一排走時尚路線嘅泰國復古波衫咁啊，當時仲有呢個買1送1優惠啊，不過都係啦，泰國隊嘅波衫為主啊，呢啲練習啊或者係呢啲 polo shirt 咁樣，應該點都有一隻顏色啱你啩。地下另一邊就擺啲正價貨品啊，最吸引我都係呢一排泰國國家隊嘅練習波衫啊，印晒 sponsor 好有 J 啲嘅感覺，5顏6色嘅練習波衫。中意嘅話，梗係每隻色都買一件啦，就好似龍咁威電影當中嘅對白咁，容易襯衫啊嘛。呢一層其他衫呢，就係 Warwick 呢個牌子，唔係球隊類嘅一啲普通嘅運動服裝啦。不過個人認為呢，嗰啲設計就真係唔係太啱我，或者係其他香港人嘅口味嘅，或者應該係我嘅問題啦，我 carry 唔到啫。跟住上1樓睇下啦。嚟呢間鋪頭，我先知道原來 Warwick 仲有出產一啲牛仔系列啊，例如呢啲牛仔褲啊、牛仔褸啊咁樣啊。至於1樓嘅其他地方咧，就會展示咗 Warwick 啊，其他佢哋贊助嘅球隊啦，都係非常之 colourful 嘅。上網 check 先知道，原來呢啲都係一啲校隊嘅波衫啊，而唔係嗰啲職業聯賽隊泰超嗰啲波衫嚟嘅。嚟到呢度仲發現另一樣有趣嘅嘢，原來 Warwick 仲有整鞋添啊！嚟呢間鋪頭先知道佢哋好多不為人知嘅產品啊！
一樓其他地方都係 show 下其他牛仔褲啊，同埋呢個鞋類嘅產品啦，咁我就唔多作介紹啦。去到2樓就係呢個泰國國家隊嘅 area， 行下行下就發現，雖然呢間鋪頭賣唔同種類嘅 Warwick 產品，但係足球產品嚟講呢，主要都係賣泰國隊咧，或者啲我哋唔識嘅球隊嘅產品啊。如果大家揾泰國隊嘅產品嘅話咧，呢度絕對係齊貨啦，兼且係位置方面嘅好地方啊！嗱，呢度仲有啲戶外跑步衫添啊！但係如果你想揾一啲本地聯賽球隊嘅泰超嗰啲波衫，我都係推薦翻 RE Football 啊，因為呢間鋪頭嘅商品真係比較單一啊，畢竟佢都係賣一個牌子嘢啊，所以最尾我只係俾3分啫，呢間鋪頭。呢條片入邊最後一間，亦都係相對上最唔推薦嘅鋪頭，就係喺 Central Chitlum 百貨公司入邊嗰間 Super Sports 啦。呢間 Super Sports 比 Central World 嘅分店呢，足球部啊，大家見到啦，面積都係細好多嘅，即係得一眼望晒嘅呢幾個衣架嘅啫。我觀察到咧，呢間分店啊，外國球隊嘅波衫就比較多啊，泰國球隊嘅波衫咧反而就比較少。雖然呢個 Central 百貨公司有天橋連通 BTS Chitlum 站啊，但係佢唔係一個遊客會特登過嚟嘅熱門商場。我都係因為住隔離嘅 Park Hyatt 想涼下冷氣，冇嘢做先落嚟行一行。而呢度反而好似係波 boot 仲多過波衫。波衫就係大家望嚟望去見到嘅呢幾排嘅啫。主要嘅本地球衣就係呢個泰國國家隊嗰啲產品啊，相對上係豐富啲。練習衫啊、比賽衫啊，甚至係落場版嘅波衫都係有嘅。呢度嗰啲波衫真係一眼睇晒嘅，所以大家如果唔係住附近嗰啲酒店嘅話，根本上真係唔使特別嚟啊，只會中伏嘅啫。所以好遺憾地，評分時間呢間鋪頭只係俾2星啊，唔使嚟啊。最後分享一下我12月嗰轉曼谷之旅嘅戰利品，買咗3件波衫啊！包括我深深眼嗰件朴智星波衫，香港買唔到，反而泰國有特價。另外就係馬體會 Total 90系列嗰件球員版嘅波衫，仲有呢一件 Umbro 嘅武里南元青訓波衫，淨係喺 Central World 嘅 Super Sports 先見到呢件衫啊。通常武里南聯嗰啲波衫都係冇牌子噶嘛，所以見到呢件 Umbro 覺得好特別啊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嘅分享就到此為止啦。呢條片介紹過所有波衫鋪嘅地址都會擺喺描述欄嗰度，有興趣就去尋下寶啦。片尾分享埋我6月底再次去到 RE Football Siam Square 分店嘅片段。可能因為已經完咗季，所以未有新嘅泰國波衫，反而都係宣傳世界盃，就好似呢隻阿根廷狗狗咁。頭2集介紹完5間喺旺區嘅波衫同埋體育用品鋪，下集就會介紹大名鼎鼎嘅波衫街。大家如果中意呢個系列嘅話，請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俾中意足球嘅朋友。最緊要係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， 收睇之後嘅旅遊同埋足球影片。有咩資訊記住喺 comment 嗰度分享啊！下次見啦，馬飛好快再飛。by the way，follow 埋 Instagram 啦，有時有啲足球或者飛機 post 噶。拜拜。